嘛，这个国庆烟火让9年，搁来到台中来放烟火，地点伫中央公园，做一届要放36分钟。市长卢秀燕讲，放烟火时间破6年以来的纪录，嘛是第一届搭配着爵士的音乐。啊，这个模拟放烟火画面嘛现更了，到底偌水咧？做伙来看。 国庆烟火伫咧台中到达爵士音乐的画面抢先公开。台中市府用心准备的国庆烟火，会伫咧10月70暗时8点伫咧中央公园放，一捆放36分钟。分析的主题亲像国庆元素，包括野球、双喜飘戏和国徽玫瑰。过去可能用一些这个国家相关的音乐啦，或者是交响乐，或者是农村曲等等哈。这次我们第一次用台中市品牌音乐，就是爵士音乐来搭配。10月79有布景记的表演，除了隔空摆置百花草，有新增加新的元素。我们这次是全国首创哈，把无人机搭配焰火一起来进行展演哈，这是前所未见的。烟火活动是中央和地方合作举办，立法院长当时嘛是庆祝会主委尤锡坤，伊嘛来到台中宣传，邀请全台湾的民众，拢会当来遮看烟火过国庆节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